46年前，准确的说是1974年3月28日，因为《新萨丁岛日报》在当天报道了这一考古发现，发生了一件哪怕对于中国民众来说，也可称作为奇特的事情。报道称，一位农民在他的田间耕地时，发现了一颗较大的人头雕像。人脸上的两只眼睛里分别有里外2个眼眶，此外还有挺拔的鼻梁和非常薄的嘴唇。起先，农民将人头挖了出来，放置在田里。接着，他又发现了另一块雕像，于是他叫来了文物保护部门的专家，他们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，发现了一些坟墓，但没有找到其他的头部雕像。我之前提到过，这位农民是在1974年的3月，可能是3月28日在离地时发现了人头。巧合的是，就在同一年、同一月，甚至是同一日，也有可能是后一日，由于时差的缘故，在8000公里外，另一位正在耕地的农民，与其说是耕地，不如说他实则正在田里挖井取水，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一些雕像。这些雕像就是西安兵马俑的头部。在这之后，萨丁岛的考古挖掘工作一直进行着。然后，在1979年开始了一些相对更为重要的挖掘工作。这期间，不仅发掘了大约50个带有墓碑的坟墓，还发现了一些没有墓碑的但有圆形入口的坟墓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找到了一条路。然而，对于这些雕像却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但人们知道，在这些碎片背后有其奇妙之处，因为这是一次特别的考古发现。如今，部分雕像碎片已经被组装好了。在考古挖掘工作中，总共发现了5178块碎片，其中有85%的碎片尺寸小于25厘米。从尺寸上来说，这些雕像被十分彻底地粉碎了，因此修复工作变得非常困难。要用这5000多块碎片来进行3D 拼图，再用这些拼图所展示出的场景来试着还原这些碎片所表达的内容。最终，在经过一系列耐心且精细的修复工作后，专家们还原了28个所谓的巨人雕像。因为它们的尺寸都在2米以上，最高的有2.3米。实际上，巨人的确切高度无人知晓。现在已知的高度是根据解剖学还原而得出的数据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完整的雕像。主要原因是雕像的足部与头部非常易碎，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，这2个部位会首先破碎掉落。当时，文物保护部门博士特隆盖蒂教授做了一些挖掘工作，来确定墓地之内的发掘工作是否都已完工。他们想了许多办法，在那一排墓地的区域中向各个方向挖了一些小路，尤其是朝南与朝西的方向。也有部分小路是朝东的，而朝北的方向几乎可以肯定，至少还有一些其他工作在进行中。因此，当他发现有几块竖着的墓碑时，他立即开始了发掘工作，然而并未发现什么。之后，他也对发掘地进行了一些10米深度，确切来说是12米深度的检测，然而也并未获得什么成果。最后他宣布，墓地遗址可能要就此关闭了，所以该遗址实际上并未被考古工作者废弃，但也并未被进一步发掘。然而转机出现在萨丁岛大区的一份立法提案上，即2007年第7号法律。这条法律是为了重新恢复由大学参与的研究，也就是说，使用新技术来了解遗址的规模，
并尝试进行其他可能的考古发掘。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遗址的规模。